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历正月2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前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星 Kobe Bryant 昨坐私人的直升机失事，包含 Kobe Bryant 在内计9个人遭遇不幸。武汉肺炎疫情滚价，台湾武汉肺炎通报350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发布上新的消息，计5个人确定治病。武汉肺炎疫情愈拖愈严重，中国宣布春节假期延长到旧历初9，就是望要消透人阵控制疫情。第二条消息真重要，武汉肺炎疫情滚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召开记者会，台湾搁再增加一宗诊断确定的病例，现时台湾计共有5个人确定治病。另外，中华航空昨一只按桃园飞去上海的机纸，因为机顶有2名旅客发热，规只飞行机消毒，飞行机顶头的旅客甲机组人员拢着爱自主管理10时间。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台湾，搁新增加一例确诊个案，是一名50多岁女性。1月13到15捌到中国武汉旅游，也毋过无去华南海产市场。16到25伫中国旅行团去澳洲，2日开始出现咳嗽的症头。25为广州坐飞机返来台湾，机顶专程有挂喙嗡，入境主动通知机场的检疫人员，随即被送到负压隔离病房治疗。机上蛮空的啊，所以他有特别他自己调了一个位置啦，所以好像前后都没什么人。目前在调舱单，我们通常会调他前后2排，再加他那1排，还有他的机组员。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到26日，中国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744例。累计死亡病例80例，除了中国，包括泰国、日本、香港、澳门，感染的人数也达到2114人。台湾到26下到4点，新增加67例通报个案，目前累计通报350名个案，其中4名确诊，因为目前也无药物对抗这个病毒。即马传出中国正伫咧用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测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它是抑制艾滋病的病毒的繁殖，可是，在体外的实验呢，发现它也可以抑制这个冠状病毒的繁殖。不过这个只是一种推论，你真的有没有效要看临床试验的结果。医师表示，武汉肺炎的潜伏期范围真大，为2-3天上长会当来到14天，甚至有被感染的人无出现任何症头进前，就将病毒传染给他人。加上最近天气冷，气温低，更较是有利病毒生存，也为疫情的控制增加难度。所以提醒民众出入人真济的公共场所，也是爱挂喙嗡、定洗手，才会当尽量避免病毒传染。记者综合报道。一名按中国武汉返来的台湾的男性，伫网络看规家伙仔行村的相片，引起民众惊吓。家属打出来表示，男性伫中国都已经自主隔离，返来台湾的路途嘛，拢有挂喙烟，佮大力批评卫生单位无提供防疫资讯。针对这件代志，台中市卫生局表明有照报处理，初步嘛确认这名男性无出现镜头。连署民众做爸爸欢喜分享，后生为武汉千辛万苦返来的过程，还佫有到村里附近公园行村的画面。但是这个文章一出来，引发了大家惊吓。网络民众开始有各种的版本，讲这名男子无顾着禁令四界走。对这个问题，男子的家属上午出面来发冤枉，因讲囡仔一直拢住伫村里，甚至甲村里的人分开来住。北商公司，然后在中国已经自我隔离了将近半个月，没有啦，就是没有最远到中央公园去，没有去观光的地方，都没有啦，完全没有啦。男子的家属知道门口的行李箱啊，因讲伊为24号返来村里了后，行李就无拍开，还佫逐工来消毒。但是返来台湾了，曾经想要甲卫生单位的人来联系，请教防疫相关的代志，却无人来接电话。922没有人接啊，结果他说他也有留，他说1922要留言啦，语音留言，结果也没有回啊。因为吃饭他也一个人在1楼吃啊，我们没有，只是朋友来，他是跟人家就是稍微打招呼。
台中市卫生局等相关人员对男子进行了访视了后，初步确定无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但是由于依据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第26号下昼由台中市卫生局相关的单位先送居家检疫通知书到这个男子的厝里，宣布规定，而且出伊的签名确认。这名男子若要出外，爱先通报，若无就违反着传染病防治法，会开罚1万到15万。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控制武汉肺炎的疫情，高雄甲防疫升级做1级的防护。高雄市长韩国瑜专工坐稳去视察，另外确定治病的高雄台商又搁互发现，暗砍其他的行程，但市府已经调监视器来厘清有偌济风险了。带着翠安出现伫高雄捷运美丽岛车站，高雄市长韩国瑜特别坐稳，巡查过年期间武汉肺炎防疫状况。我们这个1级防护的城市啊，大家市民的警觉性跟配合度，我亲自去看一下。厝住伫高雄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的台商，阮满无带翠安前往舞厅2点钟，市府防止疫情往社区扩开，对这名无配合调查的台商罚款30万，更加紧急升级对1级防疫。不过今日阁发现，这名台商阁有其他行程无照实讲，检警等咧调监视器厘清。相关的密切接触者，我们都一样会去做疫情的调查跟相关的防疫的作为，那这些我们都会持续去做一个执行。所以说，今天早上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些活动的这些资料，我们后续会去做一个密切接触者的调查，所以我们也会依照中央的一个公布的一些新增的一个防疫作为，我们去做后续的一个配合跟执行。本来要第28号初四开始，高雄市政府首长要到各区的庙宇发红包行程，市政府嘛决定取消。我们怕这个群聚感染了，可能红包就会转交给庙方，由庙方私底下然后来发放给信徒。我想我们会做一个调整，因为我们也很担心，一下人太多以后，万一造成感染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可能卫生安全避免民众互相感染的机会，高雄市政府要改做首长基础和宣导防疫行程，更加提醒大家过年期间唔通忘记防疫的重要性。记者李小文、陈显坤高雄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愈传愈严重，到今仔日顶晡8点，中国上报已经有2700件诊断确定的病例，80个人因为治病来死亡。为着要控制疫情，中国宣布春节假期延长到旧历初9，也就是新历的2月初3，民众才开始正常上班。到27早起8点为止，伫中国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700例，死亡的案例嘛累计80例，阁有将近6000例疑似个案。甚至有风声讲，北京有一个9个外的红婴仔嘛有互传染到，是这波肺炎目前为止年岁上细汉的患者。面对疫情一直咧传，中国官方坦白讲是真大的挑战。从观察情况看，潜伏期大约在10天左右。最短的潜伏期有1天发病，最长的潜伏期是14天。潜伏期具有传染性，这同SARS 有很大的不同。1. 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号农历正月初9星期日，2月3号星期一起正常上班。2. 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具体时间由教育部门另行通知。因应武汉肺炎，中国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组长，要求做好疫情的管控，佮延长春节假期来减少人员的流动。疫情上严重的500省，武汉市长周先旺嘛伫26个记者会坦白讲，到达有超过500万人离开，佮有900万人留伫当地。确诊病例的数量推估可能会搁再增加1000例。中国政府嘛陆续派出医疗救治队去武汉。代表国家的最高水平，然后来救治这些重症的感染的病人，和对整个疫情的防控呢来进行各个医院呢来进行指导。武汉肺炎伫中国一直咧传，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嘛去北京甲中国讨论如何防止疫情扩散。记者郭灿刘这个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前美国职业篮球 NBA 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 Kobe Bryant 昨伫加州坐私人的直升机，迄只直升机煞失事 ，Kobe Bryant 甲伊的查某囝，佮有另外7个人遭遭遇不幸。
美国洛杉矶湖人队主场斯坦坡运动中心第2日无比赛，但是来了几落百名布莱恩的球迷献花追悼。伫即间运动中心拄伫咧办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也替伊默哀。We lost Kobe Bryant in a tragic helicopter accident today. Since we are in his house, I would ask you to join me in a moment of silence. 互人叫做小飞侠加黑曼巴的布莱恩，身高198公分。1996年开始就咧拍美国境内 NBA 洛杉矶湖人队已经20年啊，自头到尾拢伫咧这个球队。伊是主力的铁粉的后卫，生涯出战1346场，摕到5遍的总冠军，总得分是33643分，拄则好跟伊个队友詹皇超过。不过伊还是排名伫 NBA 史上第4位，118遍入选明星队，摕过2面的奥运金牌，战绩真辉煌。伫全世界有真侪球迷 fans。Sad to see one of a real basketball legend pass like that, but we're definitely going to remember his memory and keep his legacy alive. Don't miss the career. You know, it was 20 great years.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play that long. And but now, you know, I watch it through my daughter. My daughter plays every day, so I enjoy watching her develop. But 第2日即天，布莱恩带13岁查某囝吉安娜，甲其他7个人坐赛考斯基 S76型的私人直升机，准备要去布莱恩共同创办的曼巴运动学院参加比赛。也毋过，伫咧离洛杉矶西北边差不多65公里的卡拉巴萨斯市的山区摔落，警察人员盘山过岭，才到事故的现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甲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正伫咧进行相关的调查。布莱恩自2006年退休了，伊原定定出现伫咧交际场合。2018年，以动画电影得到奥斯卡奖。去年6月，拄则迎接出来第4个查某囝卡布里，今年也入围名人堂。消息一传来了，自美国总统川普到演艺界甲体坛人士拢推文哀悼。球迷穿着甲布莱恩最近退休的24号球衫，向黑曼巴致敬。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农历初3，高速公路桥拍算过道会出现上北的车阵，这一个塌恐惊会塌到半暝半。另外，气象局提醒讲，今仔日甲明仔载大陆冷气流的落南，愈暗会愈寒，气温恐惊干那12度，咱民众衫就爱脱好些。正月初3，高速公路本来有真侪民众会开车出去耍，不过因为天气湿搁冷，伫早起北部国道大部分拢是市顶正顺。伫咧国道1号湖口往新地较塌，也个高山的因果系统有一寡所在较塌。高公桥提醒伫咧初2高速公路的事故比往年增加2成，所以开车要特别注意。昨天我们整体的全国道事故大概232件，比去年同期的约190件，大概增加了40件左右，大概增加了2成。那也是推测就是双向都全国道大概都有受到一些雨势天候的一个影响。高公桥估计伫下道会出现上北的车流，恐惊会塌到透早，伫规工148万车公里。希望上北的朋友伫中道进前出发，较塌的路段有机会出现伫咧国道1号的保养系统、云林、国道5号的宜兰避那等路段。而初3的天气明显转较湿、较冷，气象局提醒，伫咧27大陆冷气团落南的时阵，各地运动会明显降落。伫北台湾正拉村16度，愈晚会愈冷。大致上在中部以北，今天晚上可能会出现12度左右的低温，局部空旷地区可能会来到11度。从初5一直到2月1号，总共4天，这4天大致上各地的气温都会再明显的下降，在中部以北有可能会出现10度甚至10度以下的低温。气象局估计，伫春节上个温度会出现伫咧初5开工即天，冷气团会连续1礼拜，所以民众上好是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竹北市有一间正特殊的庙，名叫13八公好友宫。这间庙如何辉煌，如何技巧？第一，庙里服侍12尊土地公，甲7尊石无娘娘，统台湾各一间。第二，这12尊土地公嘛是有膝头爱做的哦，因大当按照生肖落去轮替上班。今年中华府这金市的土地公值班咯。只能35一直算到12，你无看唔到，这拢总奉祀12尊土地公，而且逐尊土地公顶悬拢有刻生肖。
若到倒一个旧历年，倒一年的土地公都爱挂红彩带上班，看起来真趣味。就是有12个那个土地公，对，然后很特别这样子，就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看过。办公室在附近，也是听别的同事说这是蛮灵验的，对，然后就来这边拜拜。因为我想那么多土地公来了还没有给他值班的土地公来讲大家都会偷懒了嘛。他偷懒12位土地公嘞，又刚刚12生肖了其实，这间土地公庙的建庙过程，甲在地发展有真密的关系。文书工作者表示，当初为着进行高铁新德站的建设，政府征收附近的土地，真侪原本的土地公庙拢爱互拆掉。过几多年了后，才有人替这寡落难的新民找到一个安心的所在。目前目前有新埔9乡有8大伯公，还有德北5位土地公叫做5福宫。12尊土地公实在是真少看到。在民国80年代高铁特定区成立要征收这周边的土地，然后有很多的土地公呢就被因为人都搬走了，就荒废了，没有人在祭拜。于是高铁当局把它迁移到这个公园搭一个铁皮公寮，让它在那边暂时安置。庙盖好，很多人想要这庙给他要来管理这样子了但是土地公不会给他们了，都是我在这里了他想要他们要给他嘛，土地公不会给他。另外，伫土地公庙边仔木坑当初放晒一寡土地公的石头建物，更加显示出这的逐尊土地公拢有真久的历史，陪伴信徒经过一个搁一个的世代。记者综合报道。按澳门来的建筑设计师詹文山，伫台南永康利用40卡货柜去做一座亲子乐园。公园内天好除草，嘛会使骑脚踏车。园区的5楼会当叮当，嘛会当点睛，就是望囡仔有法度踮生活中学习。詹文山为着要帮助囡仔成长心神有影，用真重。父母带着囡仔对悬台顶面骨内，互囡仔是真欢喜。除了骨草以外，也有特别设计的赛道脚踏车，也是囡仔上爱耍的。位在台南永康的台南戏龟公园，园区内底唔但只有动态，也有静态。除了这部以外，园区内底也有室内课程，希望互囡仔对生活体验中得到更加多学习的效果。打造这个设施的核心人物就是詹文山。来自澳门的伊，大学的时阵在成大读册，真爱台南旧学啊种感觉。囡仔出世了后，为着互囡仔更加好的成长环境，读建筑系的詹文山也利用戏龟特别的空间的感觉，来打造囡仔梦想的所在。后柜的比例跟台南巷弄的那种空间的比例是那个尺度是很亲切的，所以我在想，如果用货柜，可以再现台南这种空间特色的话，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设施，还有那个草皮啊、卡丁车，平常很少有这种游乐设施。带小朋友来6日半天1天的行程，觉得还算一个市区的休闲地点。原本真单纯，只是想要打造社区公园以外变做有名的景点。詹文山也想袂到，未来伊依然希望维持服务社区原来想法。林若只是出现一个就消失的景点，希望入园的民众拢会使对内底找到适合家己的体验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时代在变，手工天的西装已经互大车代替。不过台北市南万华有一间老牌的西装店，打扮也阁保留民国70年代的风格。老师傅有愿坚持用手工做西装。今麦咱就做伙来看老头家用心加卡咯。新型甲版型印伫咧头壳内底，裁缝师傅安文谦毋免先拍板啊，手能有家私就会当将鸭寸笑直接剪裁填出家己要穿的西装架。有的人平肩，有的人斜肩，有的人驼背，有的人挺胸，有的人大肚子啊。你买现成的没办法，它只有一个版样。41年厝的安文谦，今年67岁，来自中华宜林，小学毕业就去南投德山拜师学艺，18岁就北拍拼，伫真侪间手工西服店做裁缝师。
30岁了后，民国71年，伊伫南艋舺东园街巷仔内开属于家己的店面。以前也像我们从乡下上来要回去的时候哈，我那些同窗啦，他们也要回去都会跑来做衣服。对中南部来台北探者，过年进前订做一领有办的西装，才回去故乡，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真是行风气。以前这个时候哈，晚上几乎都没睡哦，有时候做到2、3点，有时候都是做到天亮了。现在过年前剩下十几20天而已啊，手上都没有一件西装。但是后来生意也拼起来，安文谦讲，已经真少人愿意搁开钱量身定做西装。过年前2个月才无一张订单，即马大部分拢靠改衫来维持生计。我们以前那个也是7、8位师兄弟，也剩下我一个人在做因为我别的不会我只会做衣服而已啊。见证手工西装业的起落，安文谦指出，东园街4颗梨原本有20多间竞争对手，即马敢若剩伊1间。但是无改变的是，店面看板布料安怎摆，还阁保留原本当年的模样。等待老主顾久久就问一遍，新型加1分也是减1寸，拢只压伫老师傅的针线内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甲司法传承落去，磨练学生的性情，新北市有一间国校按照年级落去编毛笔字的教材，就是望要互学生囡仔有趣味写书法。不过写毛笔字照妹妹甲干的，台语台嘛带观众朋友到底来学，爱安怎写才通家己写了好。月、押、勾、格、笔，这样。要写毛笔字，就要先学晓安怎压毛笔。囡仔咧教，好友谊认真学，刷落来大家要做伙写春联。今年是7年，来一个合景的字句，真真舒适，点起来就亲像台语的真真舒适。伊一笔一画豆豆啊写，家己拍59分。临时在这边很努力还不如你们平常把它练好。所以我是59分，另外1分就要等老师教我，还有同学教我，把它补足就60分。看囡仔写的一手好字，好友字嘛拍分数99分。这个囡仔自1年到6年拢有，大家人拢有写毛笔字的基础。讲就是学校家己做的毛笔字教材，伊今年学艺笔字，老师家己参与课程甲教材设计。3年以上开始写两笔，嘛就是毛笔字。按轴停住，按轴提起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法里面，它透过故事性、趣味性的这样内容，他不会讨厌写字，而且人人呢在2年级以后都奠定一个写硬笔书法的重要基础。甲艺笔无同，写毛笔字爱阁考虑到纸的打架淡，阁有墨的高架薄。囡仔嘛爱熟悉纸的特性，搁较重要的是要安怎甲笔压好知，安怎落笔，大家人拢有家己的美感。比较有耐心，然后呢，就是会让我的字变得很漂亮。如果没有写书法，脾气会很暴躁；然后如果有写书法，可以培养耐性。刚开始写的时候会有点难，但是学完之后会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毛笔豆豆啊写，用艺笔字拍基础，写毛笔字提升文艺的美感。囡仔爱有耐心，家己写好，练字嘛练性情，养成习惯，互写毛笔字变做生活的一部分，搁较会当甲中华文艺的水永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甲明仔载第6冷气流落南，愈暗会愈寒，咱民众衫着爱脱好少。下半晡天气如何？咱做伙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东部这边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
但是武汉肺炎拖袂歇，咱观众朋友出外挂喙暗接洗手，就毋免想过头惊吓。另外，民众若有出现镜头，就随通报，毋好凊彩相信假风声，毋通传送假消息。咱做伙提防疫情过好年。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吴欣，咱再会。